定呢？你懂的。套路都是套路啊！要强感情深，套路得逼真。少爷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无论少夫人做什么，你须我也要说。无论少夫人做什么事情，都让我们当没有看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明明是你不尊重少夫人，你还想栽赃给我？不是刚刚方叔也在，你就是这么跟我。闭嘴！你要再说的话，我就真扣你奖金了啊！顾西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苏妍希啊，苏妍希，你一天到晚都在想些什么呢？他可是贺锦熙的老公，记住了没有？来了。不会啊。琉璃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继续说吧。你不是不喝酒吗？怎么喝这么多？我去你倒杯水。琉璃，琉璃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不可能了。你喝多了，我就当你说的是醉话。今天你先睡这儿吧，明天睡醒了你就走。琉璃，琉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你？奶奶吃饭啦！哎，今天给我们做的什么粥啊？今天做的是五谷养生粥。五谷养生粥。少奶奶啊，为了做这个粥可不简单的，光这材料就有10几种。哦，这么多材料啊！看着不错啊。这《黄帝內經》裡面說，五谷為養，五果為助，五畜為益，五菜為充。